呢套豪宅連我自己都震撼啊！你睇下呢個景觀，珠海嘅頂豪，先10萬蚊嘅首期就可以攞低佢。143平方嘅大平層，而且係雙套間嘅設計，全屋啊仲做埋豪裝俾到你啊！呢個客廳開間真係不得了。我哋從門口講一講，門口呢一種3-7開嘅裝甲門，刀頂嘅蟹櫃，全部係交付標準。入到嚟第一間房，長者套房，同樣係望到一線豪光景，對面嘅澳門景觀真係正。呢度仲有細細地嘅衣帽間，貫穿成個衛生間啊！哇，真係正！我自己都震撼，呢一種豪宅居然喺珠海賣10萬蚊嘅首期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你話珠海啲豪宅保唔保值啊？依家買真係太適合啦！成個戶型更加係一個南北通透嘅設計 ，open kitchen 嘅設計，加埋島台，仲有一個洗衣房俾到你。洗衣房仲可以望到前山河嘅景觀，你驚唔驚訝？前面睇海景、睇江景、睇澳門景，後面仲有前山河景同埋山景。睇翻我最中意嘅主人房先，太大啦，直接講2點，2米嘅大床，直接做一個3邊落床位，包括呢一邊仲有一個主人房嘅陶瓷衛生間，全屋一線品牌中央冷氣全部送晒俾你，主人房帶埋露台嘅添，睇下呢個地段有幾靚，呢度望落去，前山河、白石橋、港珠澳大橋入口全部喺度，對面就係拱北人行，你睇下呢個景。一線嘅光景，澳門新葡京個澳門塔，10萬蚊嘅首期，輕鬆上車做業主。咁你感興趣嘅話，評論區留言3條路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